特殊教育的学生因的能力定定，互人料想袂到。这站新竹市当地咧清华大学举办特殊教育艺术展览，咱做来看这个囡仔因的创作力甲可能性。在新竹市读国中的傅玉祥，自细汉起就了有情绪管控、甲人际交往的困难，后来接触画图，情绪稳定袂少。伊把透过作品，甲大家分享伊的快乐。刨冰店，然后有什么人在干嘛？卖那个冰，哎，要不要钱0元，不用钱，因为快乐是 happy。他们其实，在画这个作品的过程中是，蛮需要多一点时间的。可是画出来，他们自己就有很大的成就感啊。开始的时候，它其实是一种很不安的，有时候会很暴躁，甚至于说要躺在马路上这样的方式去跟这个世界对话。可是后来他找到这个出口之后，他可以觉得说，原来他可以把这情绪表达出来。另外一位林轩凯，对细汉起就对在爸爸妈妈身躯边接触艺术创作，伊家己的作品落实大胆丰富。未来的愿望就是要做服装设计师，去希望要帮妈妈设计一束衫。画画对你带给你什么？快乐，快乐，怎样子的快乐？因为之前觉得生活都蛮平凡的，可是创作让我有信心。他可以画得非常细腻，对，然后过程当中还蛮辛苦的，对，但是就是有爸爸妈妈这样子一直在努力支持他，然后让他就是越来越有自信心这样。已经小连续举办16档的新竹特殊教育艺术展览，即马当咧清华大学南大校区登入8亿，希望提供囡仔一个自我展现的舞台，而且鼓励因透过艺术向外口展现出独一无二的家己。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。